受害者剧本这件事情，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状况，它跟几件事情有关。我感觉自己是无力选择跟无力改变的。第二，我感觉有别的更大的力量可以控制我跟影响我。所以这在我们这么受到权威教育跟制度影响的台湾社会里面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极为常见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有受害者剧本，千万不要觉得天哪，我怎么会有受害者剧本，我真的好糟糕。其实不管是受害者剧本或是英雄剧本，其实大家想解决的都是一样的问题，那就是我在面对被人控制跟被人影响的无力感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做。其实大家会有不同的生存策略，因此没有哪一个是对或哪一个是错。我觉得困难的应该是我们要去看我们怎么样习惯性的这样思考，然后让我们掉进这样子的选择里。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做对的选择，是为了让自己更多选择。